啲都唔得啊，頂住個路口度。落車褪前一個位啊，就個路口度。人俾機會你唔係呢啲咪死的士佬揸車嚟㗎。咁再有機會嚟到你身上面啦，咁你真係要好好即係知道點解上一次做得唔好，人哋再俾機會你就係希望你好。係啊，非常之前少少就得㗎。的士同佢衰啫嘛。係啊，的士好衰。唔錯喎，又試過又幫一啲特登慢啲場啦，就做廣告啦，咁亦都有唔同嘅廣告俾到你做。你收入特登嚟睇佢。我覺得以前好啲，依家講我哋大家都大家明嘅，大家要共度時間啦，因為大家都衰格，我覺得好真係衰格。